继续来看这个小马联名亚太区棒球锦标赛，咱的青少棒代表队伫冠军战是打败着地主国日本，摕到进军世界比赛的门票。想袂到这个日本队检举咱使用违规的球棒，大会伫比赛后认定违规的事实成立，所以甲咱冠军的资格来撤销。桃园市棒球委员会今仔日开记者会，讲这个球棒事先拢有打迄个认证的大纸。比赛的同时，对方嘛有抗议滚下改，但是主审嘛拢无宣判，到比赛后才来认定讲没收比赛，实在无道理。咱已经提出着申诉，希望美国小马联盟的总部向台湾一个公道。中教练摕黑色的眼罩，表情真无奈，因为这个眼罩明明已经打认证大纸，比赛已经拍完，才互宣布无符合规定，取消资格。我们认为这是对台湾的棒球界的侮辱，也是对我们教练团跟球员辛苦努力成果的一个侮辱。来看这场小马联盟冠军战进行到第二局，日本队雄雄提出质疑，讲咱台湾球队的眼罩喊球的声音怪怪，嫌其使用违规的眼罩，而且到第六局佮走去抗议一派。不过当时比赛拢无受到影响，继续进行，结果赛后才认定是违规，至少咱台湾球队冠军的资格由日本队剥起嚟。那时候就很难过，就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就练很久，然后听到这个消息就是。感觉之前努力都白费了，这样。小球员大声发抗议，和中国队、佮香港队拢斗相共出声，因为台湾还咧表演起冠军战，竟然都安尼互没收。那是到了当天晚上的选手之夜，在他们选手村，那孩子很开心的要去吃饭、要去做表演的时候，大会好像才在那个时候去宣布说，这个优胜是属于日本的。家长看在眼内是真唔甘，因为小马青年棒球的选手拢到13岁到14岁，听到这个歹消息，大家是满腹的委屈。小球员的梦想就是希望一日会当徛踮伫咧世界舞台，想不到无事无悲互取消。棒球协会已经向美国小马联盟提出申诉，希望早日还我台湾一个公道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